2026年7月1日，習近平8月有空邏輯推演之澳門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如果今年8月，習近平真係收檔，大陸4分5裂，澳門將會係點樣呢？此時葡萄牙絕對有其角色，而且佢嘅角色極其關鍵。佢係名義上嘅法理保護者同護照發放者，但係佢唔可以成為實質上嘅軍事同行政共管者。呢個就牽涉到澳門極其特殊嘅歷史法理，同葡萄牙喺現代國際政治中嘅實力現實。我哋可以將葡萄牙嘅角色拆解為名義同實質兩個層面，你就會明白點解最終出面干預同共管會係美、英、廣東軍閥，而葡萄牙則隱身幕後。葡萄牙嘅實質角色，乃全體澳門人嘅歐洲方舟。喺今年8月中共中央失去統治之後，亂世開啟嘅瞬間，葡萄牙對澳門最大嘅貢獻同角色，已經喺1999年之前就鎖定咗，就係護照。呢個同香港人嘅 BNO 需要經歷漫長嘅平權同歷史鬥爭唔同。澳門有高達10幾萬人以及佢哋嘅後代，由出世嗰一刻起，就實質持有葡萄牙本土護照。呢本護照等同於全功能嘅歐盟護照。當大陸4分5裂，廣東軍閥紛紛割據時，澳門會瞬間變成各路資金出逃嘅 Casablanca。呢個時候，葡萄牙政府喺外交上嘅最大角色，係激活領事保護，並為所有合資格嘅澳門居民確認，同埋發放歐洲公民身份。呢個俾咗澳門人一條隨時可以無痛撤向歐洲，喺國際法上受到絕對保護嘅生命線。現實主義嘅殘酷，既然葡萄牙喺法理上對呢批公民有保護義務，點解唔可以派軍隊或官員嚟共管澳門？因為現代地緣政治只睇兩件事，實力同地理位置。葡萄牙嘅國力同軍力無法投射到遠東，佢喺歐盟入面屬於經濟同軍事弱國，其海軍根本冇遠洋投射能力。當今年8月東亞局勢大亂，廣東軍閥混戰時，葡萄牙根本冇能力派遣戰艦或駐軍嚟到南海維持秩序。喺我哋嘅推演中，美英聯軍進駐香港，因為香港接近300萬 BNO， 而且係全球金融命脈。香港同澳門只係一水之隔。當美軍第7艦隊同英軍進駐維多利亞港及維持珠江口秩序時，為咗防止鄰近嘅澳門陷入無政府狀態，或被失控嘅散兵游勇洗劫，美英聯軍會基於防禦圈嘅邏輯，會順手將澳門納入軍事保護傘之下。澳門嘅經濟命脈係賭博業，而賭場背後最大嘅金主同實質控制者，係以拉斯維加斯為首嘅美國金沙及永利等美資集團。美國為咗保護千億級別嘅美國資產同僑民，美國會實質介入。割據嘅廣東軍閥需要資金，需要洗錢同埋需要走私通道，澳門就係最好嘅白手套。因此，兩者一拍即合，形成美國出資本同安全保障，廣東軍閥出地盤同土特產，英國喺旁邊協助金融監管嘅實質三方共管。最終葡萄牙政府會同美、英達成外交默契，發表聲明支持美英喺遠東維持人道主義秩序，並授權或默許美英聯軍代為保護喺澳門嘅葡萄牙公民。最後嘅奇妙畫面就變成咗，澳門街維持治安嘅係美軍或廣東軍閥嘅憲兵，賭場入面流通嘅係美金同黑市洗錢嘅物資，但大部分澳門人嘅袋入面卻放住一本通往歐洲嘅葡萄牙護照。
葡萄牙用佢嘅法理遺產，喺歷史嘅最後關頭，默默地為澳門人撐起咗一把隱形嘅保護傘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